姐，我向你说的事你一定要记住。6点27分，龟山隧道有车祸，一辆大货车司机突然昏迷，导致货车事故严重追尾。你就在那辆货车的前面。姐，只要不走那条路，你别说了，就不会有事的。别说了。所以，如果我真的开车去那个隧道口，就会发生车祸，是不是？那我换条路不就得了吗？别换！到底是有车祸还是没有车祸啊？何成，对不起，何须是来救你，但我是来阻止他的。所以，你是想要看我出车祸？如果你按照原路线使劲接近走的话，可能就……小朋友们，前面是在堵车，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不好？如果他为了救回我，要牺牲18个孩子的生命，那他们的父母怎么办？所以只要最后货车撞向的是我，事情的结局就不会改变，对吗？下车。